你有冇試過每日朝九晚五做到積積咁慳吃楞用，但到頭來個銀行戶口依然好似漏水咁，點都取唔到錢？你以為係自己運氣唔好或者投資失利，但師傅話你知，問題可能出在你自己日日進出最無防備嘅屋企大門口。風水學上，大門口叫納氣口，係財神爺進出你屋企嘅必經之路。如果你喺大門口擺錯咗呢三樣嘢，就等於日日將財神推門外，難怪你儲極都取唔到錢。今日我哋唔講深奧嘅命理，專講大門口呢三樣最容易被港人忽視嘅阻財物品。如果你唔想辛辛苦苦賺翻嚟嘅財氣日日被推出街，今日呢條片你真係一定要睇到最後。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一個熱愛家庭，想用智慧為家宅開運，絕對唔想在生活裏行錯步，更唔想當水魚嘅醒目香港人，依家就即刻幫我點個訂閱，再撳開隔離個小粒燈。我呢個頻道專門為大家搜羅最接地氣、最即時嘅人生修行與家宅避坑仲好。只要你訂閱咗，以後通關出行住屋，保證你雙眼精明，守住你個銀包，活得體面有尊嚴。家宅大門口絕對不能擺放的三樣阻財物品。第一樣物品，鏡子正對大門，照門鏡將財氣反射出街。香港地少人多，住宅單位面積普遍偏細，呢個係不爭嘅事實。無論你住喺新界嘅居屋，定係九龍嘅舊樓，甚至港島嘅私人屋苑，絕大部分單位嘅玄關都窄到轉身都難。為咗解決呢個先天不足，好多家庭都會喺玄關安裝一塊全身鏡，希望視覺上放大個空間。家仇煲嘅銷售員實會同你講，裝塊鏡啊，望落發落好多，出門口前又可以照客個樣，一舉兩得，聽落好合理，係咪？但問題就出喺呢度，好多香港家庭裝修嗰陣，為咗慳位，將塊全身鏡直接掛喺大門對住嗰幅牆上面。你每日打開道門，第一眼望到嘅就係自己，即係話道門一開，所有外面嘅氣包括財氣，一入門口就撞正塊鏡。仲有啲人更慳張，喺大門對面嘅牆上裝一塊超大嘅茶鏡或者灰鏡，幅牆都係鏡。佢哋以為咁樣可以令個廳望落大2倍，但其實佢哋唔知道自己裝嘅唔係一面鏡，而係一部財氣反彈器。喺風水學入面，鏡子具有極強嘅反射同放射作用，佢可以將能量彈走，亦都可以將能量聚埋。而大門口係成間屋最緊要嘅納氣口，即係所有吉氣、財氣、貴人氣進入屋企嘅入口。你試諗下，財神爺或者好運氣，千辛萬苦穿過你座大廈嘅走廊，搭咗電梯，行到你屋企門口，啱啱想踏入你屋企，點知一開門，迎面就係一塊鏡，將佢哋成個反射彈翻出街。你覺得財神爺會唔會咁好氣，仲喺門口等你熄燈再入嚟？當然唔會，佢轉身就走，去隔籬屋或者樓上嗰戶人度。呢種格局喺風水上有一個專門嘅稱呼，叫做反光射財，佢嘅傷害係全方位嘅。第一，善意阻礙，住喺呢種屋企嘅人往往會發現自己做咩都好似特別困難，明明能力唔差，學歷唔低，但就係差啲運氣。見工面試明明傾得好地地，最後關頭俾人搶咗個位。工作上表現出眾，但升職加薪永遠輪唔到自己。第二，財來財去，每個月出糧份量好似倒水咁，交完咁樣交嗰樣，到月底又係乜都食唔低。明明冇買名牌，冇去旅行，但個戶口就係永遠喺低位徘徊。第三，精神緊張，長期住喺氣被反射嘅環境入面，居住者會不自覺咁有一種壓迫感，潛意識會有一種被拒絕感覺，慢慢會影響情緒，令人變得煩躁冇耐性。從易經嘅角度嚟睇，
易經講陰陽平衡，講求氣嘅流通與凝聚。大門為陽，代表接收同吸納；鏡子為陰，代表反射同收縮。當陽性嘅大門對住陰性嘅鏡子，就會形成陽被陰拒嘅局面。易經有云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陰陽要互相配合、互相交通，先至能夠產生生生不息嘅能量。但而家嘅格局係大門嘅陽氣一入門就被鏡子嘅陰氣彈走，陰陽根本無法交匯，形成孤陽不長、孤陰不生嘅死局。再講深入啲，大門係屋企嘅口，鏡子就係反射一個人張開口想食飯，但條脷將啲飯全部彈翻出去，你話呢個人點會唔餓死？喺古代堪輿學入面，鏡子嘅擺放從來都係一門大學問。古人唔會隨便喺門口放鏡，因為佢哋知道門口係氣口，任何會干擾氣流嘅物件都要謹慎處理。現代人住喺石屎森林入面，以為冇咗山山水水就唔使理風水，呢個想法絕對係錯嘅。現代都市嘅風水往往比鄉村更加複雜同敏感。聽完大門口對鏡呢個反光射財嘅套路，我想問下大家，你哋即刻望下自己屋企個玄關，係咪真係裝咗一塊全新鏡，而塊鏡又剛好對正大門？有嘅話，請喺下面留言區打出大門有鏡，一齊探討下。第二樣物品，枯萎凋謝嘅盆栽或帶刺嘅植物，雖敗慈祥，與口是是非。香港人中意種植物，呢個係不爭嘅事實。無論你行去邊個屋村，總會見到有啲住戶喺門口擺放一啲綠色植物。有人覺得綠色可以令心情開朗，有人覺得植物可以淨化空氣，亦有人純粹係因為中意望客綠色嘢。更有好多風水初學者聽人講，大門口擺植物可以招財，於是二話不說就去花墟買幾盆返嚟擺。但問題在於香港人太忙啦，朝早8點幾出門口，夜晚8、9點先返到屋企，邊有時間打理植物？於是乎，你見到好多香港家庭門口嘅盆栽，一開始買返嚟嗰陣生機勃勃，但過咗2、3個星期之後，開始玉黃枯萎，再過多一排成棵嘢謝晒，變成一堆枯枝爛葉。但個主人呢，佢根本冇時間理，甚至連掉咗佢都唔得閒，就由得佢繼續擺喺門口。仲有一類香港人為咗實際用途而擺植物防盜防貓狗，好多唐樓村屋嘅門口會擺一盆仙人掌或者龍骨，一種有刺嘅多肉植物，甚至有人種玫瑰、甩道路呢類帶刺嘅植物。佢哋覺得有刺可以阻嚇嗰啲唔應該埋嚟嘅人或者動物，但佢哋唔知道呢啲刺唔止阻嚇賊人，仲阻嚇埋財神同貴人。仲有一種情況，就係新年嗰陣買嘅蓮花、桃花、桔仔、水仙，過完年之後遮晒，但屋企人懶得掉，就由得佢哋繼續擺喺門口，枯枝爛葉加上發霉嘅泥土，真係唔知為乜。呢個課題要分2個層次嚟講，第一層係枯萎植物，第2層係帶刺植物，兩樣都係大忌，但機理唔同。先講枯萎植物，風水學最講究嘅就係一個氣字，活嘅植物會釋放出生機勃勃嘅生氣，帶動成間屋嘅氣場流動，令人精神爽利、思維清晰。但枯萎咗嘅植物釋放出嚟嘅唔係生氣，而係死氣，一種衰敗、停滯、腐朽嘅能量。當你喺大門口擺放枯萎植物，就等同於喺自己屋企嘅呼吸系統入面放咗一塊腐肉。你每次開門吸入嘅第一啖氣就係呢股死氣，間屋點會好風水？死氣嘅影響有幾個？第一，運勢下滑，你會發現自己做乜都唔順，明明以前好地地，但近排做咩都碰壁，工作你出錯，同同事關係緊張。第二，健康受損，枯萎植物嘅泥土滋生大量細菌同霉菌，釋放出孢子飆散喺空氣入面，
長期吸入會影響呼吸系統、皮膚甚至免疫系統。第三，情緒低落，枯黃嘅植物會令你潛意識產生衰敗、冇希望嘅感覺，心情沉重，影響睡眠質素同生活動力。再講帶刺植物，呢個更加要命。帶刺嘅植物喺風水上叫尖角煞，尖角嘅能量極度尖銳，極度具有攻擊性。你將佢擺喺大門口，就等同於裝咗一把隱形嘅刀，將所有經過嘅氣流切開打散。財氣係溫柔流動嘅能量，最怕被尖襲嘢刺傷。當財氣嚟到你門口，發現前面有仙人掌嘅刺、龍骨嘅刺，會覺得哇，呢度咁惡，然後掉頭就走。貴人運都係一樣，貴人能量頻率柔軟，對尖銳能量特別敏感，感受到嗰陣刺氣就會卻步。另外，帶刺植物仲會招嚟口舌是非，令家庭成員容易嗌交，同鄰居關係緊張，工作上無端端同人發生衝突。從易經角度睇，植物嘅生死係一種陰陽消長嘅自然規律。活嘅植物陽氣充足，代表生發；枯嘅植物陰氣過盛，代表收省同終結。將代表終結嘅事物擺喺代表開始嘅大門口，係本末倒置。易經其中一個核心思想就係生生不息，將死亡嘅植物擺喺門口，違背咗呢個原則。至於帶刺，易經提到耕耘並濟，植物嘅刺係一種嗰耕嘅表現，但呢種耕係防衛性質。你將防衛武器擺喺門口，就等同於宣告我唔歡迎任何人，將人緣貴人、財氣全部拒諸門外。第三樣物品，雜亂堆積嘅鞋履與破損鞋子，微煞與污之氣。講到呢度，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已經開始中箭，因為呢個情況實在太普遍。香港家庭特別係有小朋友或者同長輩同住嘅，人口一般都比較多，一個人返工有返工鞋，返學有返學鞋，出街有出街鞋，屋企有拖鞋，閒閒地都有3、4對，一家4口10幾對鞋，一啲都唔誇張。但香港嘅住宅單位咁細，邊有咁多地方擺鞋？好多家庭嘅玄關連一個正式嘅鞋櫃都冇，於是乎大門口兩邊左一對波鞋，右一對涼鞋，地下鋪滿晒。有人甚至將鞋擺到出走廊，阻住隔廉鄰舍出入。仲有更離譜嘅，有啲家庭將着到爛甩底、發晒霉嘅舊鞋繼續擺喺門口，問佢點解唔掉，佢會話仲着得㗎，留返第時着，唔捨得。但呢啲鞋其實已經幾年冇掂過，擺到鋪晒塵、發晒霉，甚至傳出一陣酸臭味。仲有一類人將鞋櫃嘅門長開，入面嘅鞋東歪西倒，一開門就見到一櫃雜亂無章嘅鞋。佢哋覺得反正都係自己屋企，冇人睇到，但佢哋唔知道呢種心態正正就係令財運不濟嘅原因之一。呢個課題要由幾個層面去睇。第一，印陰與象徵，鞋同邪同陰，將大量嘅邪擺喺大門口，本身已經係不祥之兆。每日開門關門都喺度招惹邪氣，唔係指鬼怪，而係指負面能量。第二，地面接觸與毒氣，鞋嘅功能係踩地，行過街市、馬路、公廁、水凼，鞋底沾染大量污穢之物，呢啲叫做毒氣、禍氣。將鞋擺喺大門口，就等同於將街外污穢之氣帶返屋企，而且就擺喺納氣口前面。大門一開，氣流湧入，第一時間就同鞋底嘅污咗之氣混合，再飆入屋。你同屋企人每日就係喺嗰度呼吸呢啲混合氣體。第三，微煞與氣場。如果鞋嘅數量太多，或者有啲鞋已經發霉腐爛，會散發出酸臭味。呢種氣味喺風水上叫微煞，係一種非常強烈嘅負能量，可以直接污染成間屋嘅氣場。財神中意乾淨清新嘅氣場，聞到臭味已經掉頭走咗。第四，雜亂與秩序。就算啲鞋冇異味，純粹係亂都係大問題。
風水講究氣流暢通，雜亂物品會阻礙氣流流動，形成氣滯。氣一滯，運就滯。你會發現運勢好似塞車咁，做咩都唔暢順。特別要注意破損嘅鞋，鞋代表腳踏實地、自義之路。破損嘅鞋擺喺門口象徵，自義破損，前路奇麻。每睇一次潛意識就強化一次負面信息，令你工作上變得消極冇信心。第五，空間與心理源關係。進入屋企嘅第一個空間，佢嘅狀態直接影響入屋後嘅心理狀態。放工返到屋企打開門，見到一堆暖鞋，聞到異味，心情即刻變差，壓力增加，負面情緒帶入家庭生活。相反，打開門見到整齊乾淨清香嘅玄關，你會有一種終於返到屋企嘅放鬆感。家庭關係和睦，事業順利，財運自然好轉。講到大門口堆滿鞋甚至爛鞋，大家平時去到朋友屋企最怕見到點樣嘅玄關？你屋企嘅鞋櫃係咪有門遮住，定係就咁凌亂擺放？即刻留言話我知，我會喺留言區親自回覆同大家解密。為什麼大門口嘅整潔直接決定到你嘅財富大小？第一點，大門口是家庭磁場嘅呼吸口，要明白大門口喺風水上嘅重要性。首先要明白一個概念，風水學本質上就係一門氣流學。藏經有云：氣乘風則散，界水則止。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謂吹風水。簡單嚟講，風水就係研究點樣聚氣同導氣，氣聚則旺，氣散則衰，氣行有道則吉，氣行穩亂則空。一間屋就好似一個人體，大門口就係呢個人體嘅口鼻，即係呼吸系統。一個健康嘅人呼吸暢順，吸入新鮮空氣，身體自然強壯。一個有病嘅人呼吸困難，吸入污毒之氣，身體自然虛弱。間屋都係一樣，大門口吸入乜嘢氣，成間屋就充滿乜嘢氣。如果門口乾淨整潔，光線充足，氣流通暢，成間屋嘅氣場就會清新活維，充滿生機。住喺入面嘅人自然精神飽滿，頭腦清醒，決策果斷，財運自然好。但如果門口雜亂，污居堵塞，氣場就變得鬱沉重，停滯。住喺入面嘅人會覺得攰，冇精神，做咩都提唔起勁，決策猶豫，財運受影響。我成日同人講，你唔使請風水師傅返屋企，你自己企喺大門口，用個鼻聞一聞，用對眼望一望，就已經知道間屋嘅風水好唔好。聞到臭味，見到雜物，風水一定差。聞到清新氣味，見到整齊明亮，風水一定唔會差得去邊。大門口就係你屋企嘅口罩，佢過路咩嘢入嚟，你就吸收咩嘢。第二點，心理學與金錢學嘅投射呢個課題，除咗風水學角度，仲要由心理學同行為學去睇。心理學有個概念叫破窗效應，一架完好無缺嘅車，好少人會去破壞。但只要有一塊窗爛咗，好快成架車就會被拆散通告，鐵底破壞。呢個效應說明環境嘅混亂會誘發更多混亂。套落你屋企大門口，如果一個人嘅大門口堆滿雜物、鞋履亂放、污糟邋遢，呢個唔止係風水問題，仲反映出呢個人嘅生活態度同紀律性。佢連自己每一出入嘅地方都唔願打理。你覺得佢會認真打理自己嘅財務狀況嗎？我觀察咗好多年，發現一個非常明顯嘅規律，大門口整齊嘅人財務狀況通常比較穩健，大門口混亂嘅人財務狀況通常比較混亂。呢個唔係巧合，而係有內在邏輯嘅。第一，秩序感，一個人連門口嘅鞋都擺唔好，佢對數字賬單開支嘅敏感度通常較低，可能唔知自己每個月錢去咗邊。呢種模糊態度好易導致財務失控。第二，決策力，整理門口需要做決策，邊對鞋要留，邊對鞋要掉。一個連門口都唔願整理嘅人，往往優柔寡斷，
怕麻煩，投資理財上人云亦云，跟風買賣，好容易蝕錢。第三，自尊心門口係一間屋嘅臉面，你將自己嘅臉面搞到烏煙瘴氣，代表對自己要求唔高。一個自尊心唔強嘅人，職場唔會積極爭取，商場唔會大膽議價，人生各個層面都蝕底，加埋埋就係巨大財富損失。所以大門口風水影響財運唔係迷信，背後有紮實嘅心理學同行為學基礎。整理門口就係整理你嘅人生，清走門口雜物就係清走理財路上嘅障礙。接下嚟教你3招大門口迎財神自保與開運法則。第一招，保持明亮與整潔，大門暢通無阻。呢一招係最基本、最重要，亦都係最簡單嘅。但就係因為太簡單，好多人反而做唔到。你要做嘅嘢好簡單，將大門口嘅地面清空，所有雜物唔用嘅嘢，阻住條路嘅嘢全部清理走。確和號打開道門嘅時候，條通道暢通無阻，可以一眼望到入面嘅空間。玄關嘅燈光要保持明亮，如果有窗，日頭記得打開窗簾等自然光入嚟。如果冇窗就要確和號站燈夠光，壞咗要即刻換，可以考慮安裝一盞暖金色嘅感應燈。有人行過就自動着，唔使摸黑換鞋。暖金色光線代表財氣貴氣，象徵前途一片光明。古人講明堂暗室，客廳要大要光猛，睡房可以暗少許。玄關作為納氣之地，一定要光猛。財神爺唔會走入一條黑亮嘅巷仔，保持大門口同玄關明亮，就係向財神爺發出歡迎光臨嘅信號。第二招，鞋櫃家門，隔絕未煞與亂象。呢一招係針對鞋多到冇地放嘅香港家庭，唔好再將鞋就咁擺喺地下或者開放式鞋架上面，要去買一個有櫃門嘅封閉式鞋櫃，將所有鞋整整齊齊收納喺櫃入面。櫃門一關，外面乜都睇唔到，所有亂象同鞋嘅氣味都隔絕晒。選擇鞋櫃有幾個要點。第一，鞋櫃高度唔好高過腰部，最好低矮款式，太高會阻擋氣流，風水上有一種壓頂嘅感覺。第二，鞋櫃最好選擇淺色、暖色嘅木質，唔好用黑色或太鮮劑嘅顏色，淺色木紋代表接地氣溫和。第三，喺鞋櫃入面放活現噴包或天然香薰、檸檬草、薰衣草，吸收濕氣同異味，確可好打開。鞋櫃唔會傳出難聞氣味。第四，定期清理鞋櫃，嗱鞋幾年冇着過嘅鞋唔好再留，掉咗或捐咗鞋，櫃子保留會着嘅鞋氣場，先會活起嚟。呢一招做到位，就解決咗未煞同雜亂兩個問題，大門口氣場即刻乾淨晒。第三招，擺放生機勃勃嘅歡入六席或開運地壇，解決咗唔應該擺嘅嘢，就要開始擺應該擺嘅嘢。喺大門口或玄關合適位置擺放一盆生命力旺盛、繞片圓厚嘅常綠植物，最推薦發財樹、萬年青、金錢樹、虎尾蘭。呢啲植物易打理，唔使成日淋水做片，厚實圓潤，象徵財氣飽滿。擺放時要留意，植物一定要健康翠綠、生機勃勃，有黃皮要即刻剪走，成棵謝咗要即刻換身。記住，你擺嘅係生氣，唔係死氣。另一個選擇係喺門內地面放一塊顏色喜慶、乾淨、質感柔軟嘅地毯，紅色、金色、橙色呢啲暖色係最適合，象徵開門見喜。地毯作用有三：吸走鞋底帶入嘅塵埃濕氣，保持屋內地面乾淨；視覺上劃分出過渡區域，令人入屋時有被歡迎嘅感覺。顏色喜慶本身有招財象，正意義揀地毯要簡易清潔，材質定期清洗。一塊污糟地毯仲衰過冇地毯。今日教大家呢3招大門口迎財神自保大法，你覺得邊一招對你屋企最受用，最容易立刻做到？或者你平時自己有沒有一啲
家宅開運防線自保嘅獨門秘笈，即刻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智慧，大家互相照應，精明生活，天道酬勤，地道酬善，人道酬誠。風水從來唔係迷信，而係古人累積咗幾千年嘅生活智慧，教導我哋如何順應自然，尊重環境，通過調整外在空間嚟影響內在心境。大門口嘅風水講到底就係3個字：清，通明清，乾淨清潔，冇異味冇污禍，通暢通冇阻礙，氣流自由進出，明亮有光有生氣。做到呢3點，間屋嘅氣場自然好，運勢自然順，唔使花大錢請師傅，唔使買貴價風水物品，純粹生活習慣調整，成本係0，效益可以無限大。家宅風水最終反映喺人和上面，大門口整潔，家人出入心情好，家庭關係和諧，出到去自然精神爽利，做事順利，財運自然跟住嚟。呢個就係家和萬事興嘅道理。守住家門口嘅清淨，就係守住你一生嘅財源與福報。今日開始就由你嘅大門口做起，為自己為家人打造一個真正迎財納福嘅安樂窩。醒目嘅香港人出門買菜處事用手機，最緊要安全第一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幫到你認清啦，大門口風水避坑嘅黑幕，甚至可能幫你同家人避開了財氣流失嘅隱形威期，記得幫我點讚、訂閱並分享俾你身邊需要這份開運智慧嘅親戚朋友，功德無量。我哋下期見。